唔少家居火警都係由電線短路或者老化引起，因此對電線安全同可靠性嘅要求理應非常之嚴謹。不過有裝修師傅為咗貪平，竟然罔顧大眾安全，選用一啲唔合規格嘅劣質電線，火燒屋嘅危機一觸即發。最近裝修業界就流傳大批內地製造嘅劣質電線流入本港，呢一啲劣質電線將用嚟導電嘅銅線混入其他導電較差、成本好平嘅金屬。由於價錢比正常嘅電線平一半，唔少裝修師傅為咗減低成本，就算明知有危險都依然冒險採用。我哋嘅記者日前喺市面買咗3款由內地生產嘅電線，再委託理大電機工程學系進行電阻同絕緣體測試，結果發現呢啲電線危機四伏。以一條84米長嘅電線為例，正常嘅電阻值係1.15，但係結果發現其中一款電線嘅電阻值高達8.32，較正常高出超過6倍，唔合乎安全標準。而電阻就令到電壓降至113伏特，等於浪費電力。長期使用會令到電線負荷過重，容易短路甚至漏電。至於絕緣體物料測試結果亦都非常之驚人，其中一款劣質電阻超標電線，通電之後產生嘅熱量相等於3個電磁爐嘅熱力。包住金屬物料嘅膠條可能會難以抵受高溫而融化。另外，業界人士又指，內地生產嘅劣質電線質料差，而且損耗快，壽命只係有2至3年，比正常電線嘅壽命少10幾年。總而言之，安裝劣質電線隨時會釀成火災。因為佢個損耗大咗，因為佢溫度會高咗啦。咁如果用咗長時間嘅話，可能呢啲膠皮咧容易老化啦，甚至有時溶咗啦，變咗形成短路現象咯。咁就會令成火警啊或者其他危險咯。選用劣質電線嘅後果可大可小，咁消費者應該點樣辨別優劣電線自保呢？有業界人士就教路，優質電線嘅銅線顏色光亮，銅芯黃中偏紅；相反，劣質嘅電線顏色黃中發白，而且重量較輕。而電線所附有聲稱電線安全合格嘅檢驗報告，亦都唔能夠盡信，因為原來好多劣質電線都冇認機電處發出嘅認可核證團體註冊編號。如果有疑問，應該到機電處網頁核實。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。